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华北岛的莲花食品工厂早起6点外火烧，有10个人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目前有7个人不幸过往。台湾永康一栋学生套房早起火烧，家在学生拢有逃出来。早上8点外，新北市新店的调查局冇发生火灾。台湾民族党的副主席参选新北市立委的杨智嫣，去年8月就被中国抓起来，今仔是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新车市来看中华北岛的莲花食品的工厂，早起6点外火烧，工厂内底有22个员工已经拢救出来了，分别送6间病院急救，有10个人伫现场都无喘气，嘛已经有7个人防宣告不治，不幸过往。厝尾顶不断有浓烟呛悬，莲花食品公司中华厂25号早起发生火灾，消防局6点45分接到消息，前往抢救。到哪边？工厂伫咧报道顶，起火厂区是4楼 RC 建筑物，总共有22个人受困，分别是2楼调理区7个人，4楼包装区15个人。消防员是不断进出火场，以将伤者挨出来送医。那据员工表示，他们有在厨房那边先做扑灭的初期灭火的动作，那他们没办法灭火之后，然后打119，请求我们支援。工人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浓烟很大了。根据了解，员工大部分拢秘伫咧冷冻库内底，原本是真安全，但是后来浓烟走入去冷冻库，第10名员工救出来时阵已经无4名真相，紧急送医抢救。中华县消防局是出动20个消防分队，上百个消防员到现场来抢救。初步研判起火点伫咧2楼的厨房，火势伫咧7点50分控制，9点12分拍花。中华县长王惠美也到现场了解状况。责成我们的这个社会处开始去做相关的一个他们的员工的一些关怀，在第一时间给他们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协助，这样。是我们在这个竹区发生火灾，然后在第一时间我们人员有进行扑灭跟灭火筒的抢救。抢救出来22名工人，分别送卫福部中华病院、园林基督教病院等6间病院来急救。起火原因也搁有待消防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火烧的新闻，台南永康一栋3层楼专门做学生的套房，早起嘛火烧，有18个人家己逃出来。其实这款出租的套房问题是袂少哦。早起火烧的这栋，就发现讲无装警报器，嘛甲当初申请使用的目的无同款。市政府是表示会处罚，买来针对学校附近的学生宿舍接下主体来进行消防安检。规栋楼厝拢咧庆贺宴，25透早7点多，台南永康大园路这栋学生出租套房，唔知详细煞熊熊的火烧。他烟一直跑到后面，我就看在冒烟，我就马上叫我先生了。学生也有啦，外口的人士也有啦。真侪人是拢还咧困，有8个是对消防疏散，佮10个是家走出来。毋过内底还佮计几啊间，有的还佮锁掉咧。消防是逐间破门，佮请厝头家来开锁，才确认无人掉伫咧内底。毋过嘛发现房间内底拢无装警报器。总共有8名民众由消防人员疏散，那10名民众自行脱困。消防初步研判是有人伫1楼101的小物件才会着火，详细来调查。另外，市府工务局嘛发现这栋楼厝甲当初申请的用途无同，是私自变更，违规咧使用，会依照建筑法处分。若无装警报器这条，嘛会罚6000到3万。擅自来变更使用，属于违规使用就是了，裁罚新台币6万元。并限期改善。这栋出租套房的边啊，就是昆山科技大学校方调查，尚无有10个学生是住伫遮。不过，这栋出租套房不是学校所推荐的学界校官宿舍。这个另居住址它并不是我们学校合作的另居住址。那如果是我们有合作的，其实我们都会去固定访视啦。昆山高台表示，学生若火烧，暂时无所在通住，而且会先搬到学校宿舍，嘛会加强宣导细处安全。也若市府嘛要针对学校附近的学生宿舍、集合主体等住所进行消防安检。记者综合报道。
昨暗8点外，新北市新店的调查局嘛发现火灾，起火点是1楼的资讯安全办公室。调查局初步认为讲，应该是机器设备烧拍电脑，强调讲毋是有人故意放火。调查局嘛表示讲，相关的资料拢有备份，袂有影响。也毋过，调查局的官方网站昨暗开始拢无法度入去，今仔早起内部的网络嘛搁会抢修。大火一直烧，乌烟伫庆田顶，火一烧无法度收煞，消防队到场紧急布水线灌救。出动消防车超过20台拍火，因为火警事发点导致调查局24暗8点外，廉政大楼突然呛出火，烧的面积有50平，好在无人伤亡。我们整个的救灾的火场的控制，那么在短短的大概10来分钟啊，我们就把整个火势来控制了。火调人员2、5透早中返现场采证，导火点伫1楼主通处电脑经办区办公室。调查局初步认定，内部有大量的电脑设备负载伤大所造成的。确实导火原因也爱查，外界业绩期敢有人为放火可能。我想外界可能想太多了哈。那在鉴识结果正式出来之前，请外界不要太多的揣测哈。现场卢厂长办公室的重要文件涉及境外敌对势力的讯息，甲反骇客作战等等，纸本资料全拢烧了。调查局强调有电子备份，也毋过火灾过了后，调查局相关系统捌停止，库啊一直塞，安怎都是无法度入去。官网宕机超过10点钟，总算顺利修复。颠倒是内网也咧抽修，也毋过调查局说讲火灾无影响工作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昨午嘛是连续接到2件炸弹的恐吓，歹徒放调讲伫一台高雄往台北的火车顶头放3粒遥控炸弹，早起铁路警察局加强巡逻，并无任何的发现。不管是查甫查某的便所，任何有可能将这治安死角的所在，铁路警察拢一位一位检查。因为台铁24连续接到2件恐吓，先有人讲伫贵人车站放8粒炸弹，早起又搁接到通报，有人讲伊伫高雄往台北的火车顶放3粒遥控炸弹。本分局已派遣警力针对车站、月台、厕所及机房等治安死角逐一检视。截至目前为止，均未发现可疑人事物。恐吓的人叫贵人地检署爱伫2点钟久内释放防人会成员，并且甲毒品现金，若无就被立即引爆炸弹。铁路警察遂立即侦办，因故无发现可疑的人事物，也搁继续伫咧现场维护安全。本分局警力持续于现场执行安全维护工作，另已指派专人侦办本案，请民众放心。台铁一天内连续接到2件炸弹恐吓的威胁，虽然加强巡逻介入了，证实现场安全，不过放火要恐吓的嫌犯也无抓到，警方还搁伫咧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来台湾访问，早起总统蔡文以军内欢迎，贾迈代嘛起立欢迎发表演说，这嘛是让13天后有外国元首去议场演说。贾迈代表达消停台湾的决心，嘛强调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伊即阵来台湾就是要来表达绝对反对侵略。以隆重军内欢迎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访问台湾，这是贾迈代伫2019年当选了后2度访台，强调此行就是要展现两国邦谊建设，也支持台湾捍卫主权甲参与国际。También quise venir a Taiwán para refrendar uno de los pilares de nuestra política exterior, que es propiciar y defender la soberanía activa,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y la promoción de la paz。过去几年来，贾迈代总统大力支持台湾，增进瓜地马拉和台湾的互动交流。贾迈代也甲议长李维拉访问立法院，这也是立法院继13年再度有国家元首到议场进行演说。因为贾迈代行动不方便，为了体谅贵宾，立法院和贵宾坐车破例直接开到议场前门口。立法院长游锡堃也颁发国会一等荣誉奖章予贾迈代。贾迈代伫演说表达坚定的挺台，得到全场热烈的呼声。Mientras otras naciones eligen el interés por encima de la amistad, Guatemala se mantiene firme. Mientras otras naciones manipulan el sentido de lo correcto, Guatemala se mantiene firme.
加马代批评其他国家因为利益转向，佮表示台湾是独立国家，佮是唯一的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呼吁终止战争，会继续佮台湾强化经贸合作。在洪都拉斯断交了后，以实际行动为台瓜邦旗注入强心针。Viva Taiwán libre, soberana e independiente。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总统马英九昨暗出国去希腊参加第8届的德尔菲经济论坛，之前传出讲伊的头衔奉称呼做台北前总统，经过外交部协调已经修正了，昨伊伫桃园机场并无讲话。针对媒体问题，前总统马英九敢若讲多谢，无搁加讲哦。前总统马英九会伫希腊当地时间2日参加德尔菲经济论坛的开幕。2八会针对亚洲的地缘政治，第步是台湾敢会变做是后一个乌克兰，伊会甲美国的智库来对谈。另外，之前论坛的官方网站甲马英九的头衔写做台北前总统，引起争议哦。经过咱国外交部去协调，即卖已经改做是台湾前总统了。咱再来看台湾民族党的副主席，捌参选新北市立委的杨智嫣，伫去年8月份哦，和中国指控讲中属台独分裂活动，互抓起来。今仔伫江省的温州市检察院是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甲杨智嫣逮捕。捌伫中国宏观5党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就批评讲，根本是乌白掠人。咱国陆委会嘛强调讲，咱的政府拢有掌握，冇甲家属来保持联络，提供必要的协助。陆委会嘛批评中国乌白掠台湾民众，伤害咱台湾人民的权益，制造惊吓，对两岸的交流互动未有好处。靠手铐去予中国的国安人员押走，要代表一边一国行动党参选永和区立委的杨智嫣，去年伫咧中国大陆去互抓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5公告讲，杨智嫣伊涉嫌分裂国家罪，已经予温州市检察院把批准爱逮捕。受到中国关押5年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批评讲，这款的甲掠人恐吓无相差。他所有的行为都在台湾，表示中国正是在法律上面把台湾人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一部分。但是以前是在政治上面，他说他要1国2制统一台湾，但是他现在要在法律上面，他要通过他不断的司法行为，正式并吞台湾嘛。去年8月，美国苏当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访问台湾了后，中国采取规范的反制。国家杨智嫣对限制居住、拘留甲批准执行逮捕。李明德强调讲，去年开始，中国就咧讨论透过多边也是双边的协议来掠境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就算讲无踏入中国，只要若是这个国家和中国有签署双边的这个引渡协议，中国拢会当甲这个国家申请甲人引渡去中国来审判。台湾政府应该都要提早做出应应。我们的人被逮捕，很多时候是在媒体上面，你才他已经可能已经消失了不知道几个月之后，然后你才发现说，哎，这个人已经失踪了。案子其实过了9个月，他才正式的批准逮捕。那明哲的案子也是类似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原本我们签署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协议，其实他也没有去遵守这些协议。陆委会表示讲，有关杨智嫣和中共拘押。政府伊拢有掌握，嘛甲家属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批评中方因凊彩掠人逮捕台湾的民众，严重伤害咱国的人民的权益，制造恐惧，安尼一定对两岸的交流互动无通好。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讲，针对中国失踪也是讲防凊彩关押的这个台湾的个案，陆委会会当做系列性的盘点调查，建立指引来提供家属来找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防部昨发现中国军舰山东号驶经过台湾东南部的海域，离咱国高原皮只有120海里。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掌握中共海军山东号航舰编队在西太平洋航行，到晚间5时许，距离鹅銮鼻东南方概约120海里处，判断会经过我东南部海域。过程中，我海空兵力以及陆基雷达系统全程掌握动向，严密监控，并且适切应处。
山东舰是头一隻中國國產的航空母艦，在2019年的12月份加入中國解放軍。根據日本的統計，山東艦對4月初7到4月23，連續16天攏有戰機甲直升機的起降，大約是有610架。再來看陸軍平湖的防衛指揮部，有一個21歲姓張的阿兵哥，第23禮拜日失蹤，軍方甲家屬電話伊攏無接，聯絡袂到人。今仔早起佇馬經的麥當勞找到這阿兵哥咯，也毋過伊的情緒是無介好，馬經先甲伊送去病院。軍方嘛強調講，伊只是單純放假了，無隨轉去部隊，會來加強輔導。有邊頂頭去互消防隊送去救護車的，就是團主休困了失去聯絡的陸軍平衡部21歲姓張的志願役士兵。原本伊23禮拜應該轉到部隊，啊毋過伊毋但無轉去，甚至佫將軍方抑佫家屬的電話攏封鎖起來，袂甲外口有聯絡。加在25早起佇馬經市的麥當勞的樓頂找到這個姓張的士兵，發現伊的情緒無啥穩定，由軍方的幹部來考勸消防隊協助送醫。他是在9點50，我們人在麥當勞，我們幹部有發現，那現在都在陪伴，人是平安的。姓張的士兵的媽媽講，囡仔離休困，甲軍中的朋友做伙食飯，後來講伊要去網咖，啊毋過禮拜半暝啊11點外，煞接到軍方的電話，通知講伊的後生無陣來到部隊。因為伊的囡仔較袂曉講話，軍方有看過伊的舉光日誌，發現伊內底寫的有一寡無啥好的想法，所以媽媽會煩惱伊的後生會向誘拐，趕緊伫網絡拜託大家鬥相共找人。奶奶說她什麼都不講，但是有聽她在念說，她好像撐不下去，想要退伍。她的成長環境很單純，我怕她被騙嘛，因為她都迷手遊嘛，迷網絡的那個電玩。軍方講，姓張的士兵是單純的休困了後，無照時間鎮來營區，找到人了後，姓張的士兵的媽媽嘛佇網絡感謝大家協助。另外，平湖毋是親像金門馬祖離中國較近，判斷要走去中國的可能性是較低。啊，毋過進前金門離島島失去聯絡的士兵，人佇廈門的這個案件，目前後續進度官方無公開說明。啊，毋過小連續傳出外島的士兵失去聯絡，甚至是請客人調包。國軍的軍紀備受關心。記者歐陽貴俊玲綜合報道。來看台灣經濟研究院公布咱國內總體經濟預測，今年國內的經濟成長率是比頂一屆的預測，閣再減少0.27%哦。今仔股市台積電嘛落破500塊咯。台經院是認為講現階段半導體庫存咯嘛閣是問題，調整需要時間。今年第三季以後庫存的問題應該會當解決咯。3月出口連7烏，年減19%，創下14年來同期上大的落勢。受到全球主要央行刷咧升息的影響，台經院伫1月就要公布2023年國內經濟成長率是2.58%，本計劃預測是2.31%，比頂一遍的預測下修0.27%。雖然講這個幅度無大，不過國內伫2023年的景氣會來呈現內溫外冷的現象。下修幅度倒沒有很大，最主要就是把第一季我們最近外銷表現不好的地方反映進去。另外一個，我們的物價上漲率比起我們1月份預估要上一些，那今年大概是在2%以上，所以目前的經濟成長率2.3%，物價上漲率在2%，經濟成長率還是高於物價上漲率。台經院估計2023年 CPI 成長率是2.20%，比之前邊的預測上修0.25%。不過個未來的這個經濟預測，也閣有無確定的因素，包含亞美金融3月份有美國一寡地區銀行倒去，歐洲瑞士信貸嘛爆發債務危機，也閣有地緣政治的風險升溫，中國經濟復甦的無確定性，也閣有台灣半導體的表現。假使講去庫存化的速度若是比半倍較慢，安尼嘛來影響到台灣經濟成長的表現。全球的半導體的銷售額，它的一個衰退幅度呢，會來到4.1%哦。那這個是從去年的增長4.4%轉為今年的一個下滑。台積電最近嘛拄撞到估計500塊關卡的保衛戰，伫個市場台積電發說會了後，嘛對半導體的前景轉做悲觀。台經院總監劉培珍伊認為講，現階段的庫存的調整，望會當伫個第三季會當做一個豆豆看到一段路。記者綜合報道。
北北基桃甲部分县市的公共运输通勤月票按算7月份要开始，也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1200块的月票一定会增加真侪人使用。中央目前只编3档200亿预算来协助地方，根本无够。交通部是回应表示讲，目前上重要的是相关的系统要伫6月底进行完成，互月票会当顺利伫7月份开始提供民众来使用。中央补助的经费未来是会当搁参详。7月起，北北基桃公共运输通勤月票，那如期上路30天内无限次坐公车客运积分代替，也个无限使用公共自轮车，1200块才甲把。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北北基桃4座城市当年使用公共运输有15亿人次，7月月票上路人数一定大大增加。中央只编列3年200亿，恐惊无够。将近1000万人口的一个这样一个运输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大量的使用，我相信，当这样一个补贴以及3年200亿是不够的。1200月票，我们都认为能够有，当然是好的，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其实是更需要把这样的月票固定化。对于地方要求合理分配资源，重新试算财务。交通部指出，过去通勤月票都是由地方来付，即摆中央动用疫后特别预算来补助，都是以中央主管的公共运区补助90%，直辖市补助50%，非直辖市补助75%这款的原则。即马上要紧的，就是将票证系统改好，并7月上路。最重要的课题是，大家一定要在6月30号以前把票证系统改好哈。那交通部这边包括台铁、国道客运都在进行中，也请地方对于公车、捷运、还有 U-Bike 赶快做一些更改。我想最重要是实施的状况了，我也期待说。这个量能够冲起来。行政院答应，月票上路了后会观察成效，定期提送成果报告。上路了后，经费负担会当搁讨论调整。政策上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要鼓励坐大众运输工具向净零排放目标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海防治法修法1个月咯，国民健康署公布上新的稽查结果，22个县市查到6000多件有违规的产品哦，是以电子烟上济，有将近5000件，占8成，已经有18件受到处罚，罚28万块。特别要注意的是，42件电子烟的违规案件，其中有41件拢是20岁以下未成年的人，互食电子烟互掠到。为了保护儿少，杜绝电子烟甲无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通过的加热烟，危害青少年。烟害防治法修正上路1个月，国健署公布上新稽查成果，22个县市查获6100件假厝违规产品，其中以电子烟上济，有约5000假厝占8成。有42件。疑似这个使用电子烟的，其中我们发现是20岁以下的，就占了多数的41件哦。虾皮是最高的，占了大概每4件里面，虾皮就占了1件，这4个平台加起来有3/4。国健署表示，稽查重点包括网络平台、实体店面、夜市、流动单、社群媒体等，目前累计开出18件处分书。总计裁罚金额是28万，其他是进入调查程序。电子烟未经审查通过的加热烟，到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加热烟是经过审查通过的，所以这2件产品呢，目前都叫做违法产品。国健署强调，稽查专案未停止，提醒民众莫使用、莫买、无推荐违法产品。若发现违反烟害防治法情形，会当减负具体事情，就近向所在地卫生局检举，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今仔个并根地权条例5项处罚，除了限制换药转卖要当罚查房的行为，上济是当罚新台币5000万。嘛建议叫检举奖金的制度，一案的奖金上济有1000万哦，必须爱实名制。另外，司法人买主体许可的项目，佮有犯处转卖限制，冇例外的条款。伊个20日收集各界意见，才会佮公告实施。
边关地权条例主法今仔日有告，内政部长林佑昌指出，根据英国调查，司法人通常无居住的需求，但是持有厝体数量却逐年在增加，所以为着要压制炒房，未来建立检举奖金的制度。检举人采实名制，另外需提出违规案件的人事、时地、物具体的资料。此外，伪变造市政的话，将会移送检调。这届主法内容有5大重点，包括检举者条款、检举实名制，各有答案的奖金未超过1000万。另外，司法人无论是买宿舍，还是参与都建规模重建，拢要经过许可。除非是都建规模建商家己买登去，佮转卖，安尼才毋免经过许可。另外，有卖厝转卖也有例外条款，若是无意保留继承的有卖厝，拢会当转卖；也若是配偶、亲人之间转卖，也毋免申请核准。也毋过有卖厝禁止换约这项规定，无适用英国个案，外界批评这是开后门，内政部也做出回应。社会有过一些讨论，那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像是开了后门，但实际上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为了关后门。边关地权条例草案今仔日下晡5点开始，到5月15日有过20日，然后再个报予行政院决定无法的施行日期，希望会当落实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拍算会伫这2天宣布讲要拼连任，2024年可能甲川普各拼一届哦。也毋过根据美国媒体上新的民调，有60%的民众对这2个人选要各拼一届是感觉真野生。Stand with me, and on November 5th, 2024, we will evict Joe Biden from the White House. 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进程，表态国战2024的川普伫非洲一场暗会演说，就目标对准可能国家手的基地。You watch the rhetoric of this president of ours. He doesn't know what the hell he's talking about. He talks tough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soft, and he talks soft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tough. And he's all gaga. Then he walks off the stage. But he's supposed to walk that way. Go around. Where am I? 川普考试拜登显老，脑筋已经小到，也毋过拜登伫话就公布体检结果，讲有缘适合履行总统职务。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80岁拜登是美国头一回年过80的总统，那连任成功，宣誓就职是已经82岁。那川普也只比伊细汉3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上新民调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无应该想要夺回总统大位，也毋过也有7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无应该寻求连任。另外，综合民调显示，有38%的受访者对于拜登甲川普可能个对决感觉真忝，2%9感觉惊吓，2%3感觉悲哀甲惊吓。这些数据拢会当看出选民认为川败国战无啥意思。也毋过，川普目前伫共和党内以过半民调大大领先非洲州长桑德提斯。川普顶礼拜伫非洲演说了后，直接到披萨店欢喜食披萨，有未少支持者到场表达支持。那拜登有计后礼拜二宣布到底2024选战。公司新闻张慧玲报道。欧洲北海沿岸9个国家将举行峰会，共同宣示讲要扩大投资建设离岸风电，打造北海正做是全球上大的发电厂。嘛强调讲，为了要减少对洛西亚化石燃料甲中国原料设备的依赖，目标是望讲伫2050年，风力发电会当至少有3000亿千瓦。与会9国领袖伫个宣言顶悬边头来签名，要甲北海打造成做全球上界大的发电厂。欧盟9国24来召开官方会，包含欧盟执委会主席含法国、德国、荷兰、丹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拢坐入比利时的这个沿海城市。比利时总理德克鲁伊讲，北海离岸风力发电的共同建制目标，要伫个2030年达到120亿瓦，2050年至少要有300亿瓦。By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300 million households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Our goal is to deliver a greener Europe, a Europe which is energy independent,
and a Europe that can grow in a sustainable way. 根据比利时政府的资料显示，讲汇入欧洲电网的风力发电机组有79%是对北海来的，其中英国的建制量上介大，去年达到1400万瓦。德国是以800万瓦排第二坎。9国的领导人伫个峰会进程都联名投诉欧洲媒体，强调离岸风电是彻底摆脱俄罗斯化石燃料，完成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助力，更加要避免过度来依赖中国的原料设备。Une opportunité donc en termes de résilience, de souveraineté et de made in Europe auquel nous croyons. We have to make sure Putin no longer has the means to exert pressure on us by turning off the gas tap. And producing clean energy is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is. And the enormous potential of the North Sea region is indispensable here. 因为开发商拄撞到破纪录的高通膨，伊的利率一直量悬，安尼甲这能源市场一直有害。欧洲的海上风电上尾的投资，2022年创下10年来的新低。为着要来提升能源的使用，欧盟已经有因讲，2030年的总能源消磨有42%半是对再生能源来的，并且目标要伫个2050年的时阵，加入气候中和的电影。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来看印尼南苏拉威西省有一座大卖场购物中心昨火烧，因为印尼最近是开在节的假期，所以卖场人是吵。卡在火真紧就拍花，嘛无人受伤。消防员爬起日头梯顶，用探照灯检查商场内面的情形。这间一个首府石冈市的购物中心2楼，24晚暗6点多发生火警，内面西过买物件的人拢赶紧走出来。Kita nggak tahu itu asal apinya dari mana itu kita kurang tahu, tapi tiba-tiba asap itu udah tebal, yang mungkin jadi permasalahan itu juga kita melihat bahwa orang-orang ini nggak tahu kalau mau kabur itu kemana, karena mereka itu lari ke arah。购物中心讲，所有人客拢已经退出大楼，因为这礼拜是开斋节假期，伫大火迄当阵内面人真多。Kembangnya warna-warni dan ada lampu-lampunya, gitu, lampu-lampu kedap-kedip. Nah itu koslet ya, karena pengunjung ya biasa suka pegang. Jadi tadi Pak tidak sempat cepat sekali kejadiannya Pak ya? Nah, cepat, itu kan yang terbakar kertas cepat. Nah, cuma karena ini kan mall ini kan full AC, kan tertutup semua. Makanya asapnya mutar-mutar sini, makanya sekarang kita buka. 警方讲将会监视现场进行调查，来确定是毋是因为电线烧拍电，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大火。另外，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指出，苏门答腊岛西边海域25透早发生规模7.3的地震，深度84公里，并且引起海啸警报。当局已经要求地方赶紧将海岸边的居民撤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云林湖北警方对4月初就接到民众公所的员工来报案，讲有路顶的电线风头剪哦，路顶未光，影响到交通安全。警方已经有锁定嫌犯，昨透早就抓到2个现行犯，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探半暝，人甲车较少的时阵，有2个嫌犯来到产业道路，用电缆剪春秋管甲电线架落来，致使路入暗面网，恐惊影响行车安全。4月初开始，云林湖北警方小连续接到民众公所报案，讲管区内底有真侪产业道路路顶的电线拢互人偷加。那窃嫌为了方便变卖这些铜线，所以就是会先把那个塑胶膜烧掉，尤其外面的塑胶都会有一些标志。那路灯的话，他们认为那个塑胶膜上有标示，会让人家追查那个来源。警方表示，最近接到报案了后，就随组一个专案小组，报请云林地检署侦办。24透早，2个嫌犯趁大家骂照警，警察咧无因勤务、交通宣导时阵，搁来犯案。调监警伫偏僻车路，直接小电线方便买，煞当场就去互警察掌到。现场查扣的那个铜线大约有84公斤经向那个回收商询价。目前的铜价1公斤的价格大约在170、180左右，所以他们获利约1万余元。警方表示，这2个嫌犯拢调监警伫人甲车较少的产业道路犯案，这嘛致使偏僻产业道路无路灯，民众驶车经过有安全疑虑。专案依照窃盗、毒品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以防性收押核准。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
再来看桃园国际棒球场有排水不良、电火未光等问题。有南亚议员就指出讲，前市长郑文灿执政8冬，开3亿1千万来改善球场，也毋过问题阁真多。也毋过，郑文灿是表示讲，球场的规划设计是伫前市长朱立伦任内完成的，迄当时就有积水的问题咯。郑文灿嘛讲，中县政团队就毋通袂晓建设，只会晓挖屋。桃园国民运动中心游泳池2018年启用，却连续发生太路落来，结果设计不良漏水，承包商倒店等问题，封闭2年。中心启用时停，一言再言，修缮费用也为60万增加到3000万，真侪机关积极看不落去。希望说新的体育局能够针对不管是费用也好，还是什么各方面的这个完工的这个泳池的完整度也好，可以做一个全面性的这个探讨检讨。体育局回应，桃园中心游泳池因为陆续阁发现漏水、排水尿道踢到顶工程欠点，造成工项增加，预计7月重新开放。体育局最大的一个责任，其实就是要保护民众在使用体育设施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个目标之下，我们一直在检视相关的工程品质问题。另外，南亚机关除了这期是前市长郑文灿执政漏了问题，造成游泳池封2年，也指出桃园国际棒球场伫中职开幕前时发生积水，加电照设备故障。显然，前市府8年执政用3.1亿改善，是头尾颠倒了，球员的安全才是上重要的。去年桃园市政府其实给这个球团1000万元去做这个大荧幕的计分看板。我觉得那只是注重一个外表。8年来，这个球场使用的还非常好。我们希望这个张善政市长的团队要懂得建设，不要只会抹黑。针对南亚机关检讨设施声音，郑文灿反击棒球场伫前市长朱立伦任内完成了后，都排水无好的问题，针对棒球场未来的改善，桃园市体育局表示，大型运动场馆维运电力不力，真歹抓算，过去维护费根本入不敷出。那中心预约了后，非体育比赛营收为3%提悬到10%，搁成立公益活动条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消防局南方2分队有一个查某队员受到性骚扰，又搁指控讲伊请假放刁难，长官搁威胁伊，所以只好死头路。民进党的宜兰县议会党团今仔是要求消防局应该爱道歉，嘛重新来调查这案。也毋过宜兰县消防局是强调讲，因一切拢有依法来处理哦，会搁向议会来说明清楚。傲慢官僚、殘害同仁，啟動調查，尊重民權。大聲咧喊5萬官僚殘害同仁的口號，民進黨宜蘭縣議會黨團針對宜蘭縣消防局南方2分隊姓平女隊員的性騷擾案，採用方法應該都愛定性來調查核實的。明顯的宜蘭縣的消防局反而是帶頭作亂，漠視相關的法規請假的規定這缺乏同理心，用傲慢的言語來霸凌基層的消防人員。我想公務單位、公務職場上面的友善，以及對於女性的尊重，我想消防局有義務真的公開在專案小組上面，把你們所有的資料備齊，來做一個說明。這件性騷擾案發生在避勤的時間。姓平的女隊員伊講，但是發生了後，請工傷假上級唔准，講是人力問題，若是欠班就會以控制來論。還佫講，甲平女接觸的時陣看起無嚴重。民進黨認為講，若是照內政部消防署消防員的勤務實施要點，避勤嘛是算勤務，這是上班時間。當事人在這個時陣發生這個代志，應該就是愛照性別工作平等法來做定處。消防局煞用性騷擾防治法輕輕帶過。目前本局進行調查完畢。以後已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在案，那這整個調查程序在整個國家法制裡面，性騷擾法裡面的第3章有完整的規定。消防局也是強調講，這個案件調查的定數適用的法條無問題，若是要請工傷假無符合請假的規定，事後嘛有提供當事人3個月充分休困的時間。議會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這個案件，消防局方講是透過關係來甲議員要求私底下拜會說明，消防局講稍後會公開充分甲議會說明。記者綜合報道。
行政院订定基隆市政府通过河海公投案，违反宪法甲中央的法规，要求爱撤销公投结果停止执行。发起公投的守护外部山行动小组，今仔是去行政院抗议哦，因批评中央无尊重地方自治，嘛剥夺基隆民众河海的权利。伊嘛要求基隆市政府提出诉愿来表达民意。反对能源集权！反对能源集权！大声话口号，互大家听到基隆人的心声。因为协和电厂的失责案，行政院订定基隆市政府定期通过的河海公投案，违反宪法甲中央法规，法案撤销，要求市府停止执行后续作业，以保护基隆水产保育区为诉求。发起公投的守护外部山行动小组，伫立委甲团团的陪同之下，到政院外口表达不满。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赔上我们的基隆港，赔上我们的海岸线，赔上我们的海洋生态，这件事情你觉得正义吗？呼吁基隆市政府应该按照地方制度法第75条第8项的规定，依法提起司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救济。行动小组认为，无互基隆市民公投等于是封杀民意，中央藐视地方自治权限，剥夺基隆人保护水产保育区的权利，要求接定政署的正义人员一定要将民权带回去予中官了解。那现在已经做成了认定，那么能源是属于全国一致的议题，那当然是由全国公民投票来进行。那没有办法进行所谓的地方公投。地方公投表示民众的意愿是天经地义的，完全不让民众表达民意，我觉得这样子对民众非常的不公平。面对行动小组要求基隆市政府一定要硬起来，基隆市府强调会提出诉愿，若互政员驳回，无排除提行政诉讼，也是由宪法法庭释宪。除了寻求救济，也会协助公投提案人寻求其他救济管道反映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气候影响，花莲今年的减笋甲西瓜拢有损失。枫林甲秀峰的西瓜，佮有光复乡的减笋，受损的面积已经当来申请灾害补助。花莲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拨农委会帮农民争取现金的救助。这是花莲枫林的西瓜园，即马拄好是结籽的季节，也毋过西瓜的数量却是减少真多。主因是今年2月旱害，致使西瓜成长的速度真慢，结籽的成果嘛无好，135公顷受损长。旱害的影响，天气非常的冷，所以很多幼苗都受到损伤，导致于我们之后的西瓜都没有办法授粉结果，所以影响其实蛮大的，大概总面积其实已经超过了40%以上。另外，种笋嘛是因为雨落涨，致使今年产量大降，部分的种笋外皮变做咖啡色，发育无好。目前上严重的所在是伫光复乡，另外秀林乡也个万应乡嘛有受到影响。在2、3月份的干旱就导致我们这次建笋的出笋率是很低啦。那平均我们去调查，结果是有受害面积大约是有90公顷的，在光复一带哈。那换算成受害率大概是20%啦。那我们是建议中央来实施这个救助办理。农委会已经公告枫林镇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受损的西瓜1公顷会当补贴新台票6万2。秀峰乡的西瓜甲光复乡的种笋，目前县府统计了后也提报中央，受灾的农民会当到乡公所申请现金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去年开始开放香港、澳门学生囡仔会当来台湾读高中职甲五专。今年全台湾有37间的高中职甲4间的五专，正积极的招生。因5月份会去香港办说明会。本校设有台美、台加、台英以及台日的双语学制。点出学校办学特色甲环境，拍拼招生。台湾从去年开始开放港澳学生来台湾读高中职甲五专，今年剩37间高中职含4间五专来甲港澳生招生。
到现在，我们收到了2位港澳生举家移民过来选择我们学校的但其中有一位他的英文的多益检测到895分那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2位的香港的学生呢，在淡江呢，他们真的过得很高兴。香港里面它就是英文的一个的学习环境，所以让整个的国际化的一个的程度能够更加的提升。申办单位讲，去年头一遍招生拢总有13个港澳中学生来台湾读册，其中有11个分散伫各高中职，另外还有2个人选择来读5专。这2个学生进到本校之后，因为5年之后他就可以考取验光师跟护理师。5专毕业之后，我们会让他衔接我们的2技部，所以不管他要立刻就业进修我们的业2技，还是要直接把2技念完，那直接去取得大学学位，都是一个很最佳选择。学者讲，台湾遭遇少子化的冲击，有不少学校因的招生量无够。除了讲一般的国际生以外，开放港澳中学生来台湾，安尼会当来成部分对学术兴趣较少，不过较介意实做的学生。只要是港澳生有中3以上的同等学历，符合近6年，逐年无伫咧台湾停留超过120天等条件，就会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2006年开始，伫高雄桥头糖厂举办的金甘蔗雅典之前因为疫情停办3档，今年恢复举办，专工选伫台南的专美戏院要开始举办，嘛甲附近的商圈合作。今年是以发展台语文化经济、推动台语文化复兴为主题，即马开始征求影片参展8月中会来办台语雅典，来放送得奖的影片。大家好，我是吴以涵。大家好，我是熊文文。温馨共生教育。台语讲甲练凳个流量，佮配合活泼的动作，这是雅典代言人吴以涵加上英芬共同演出的限定版本台语漫才，代表因为疫情停办的金甘蔗雅典，伫今年进入第16档，总算是复办了。今年主办单位也佮特别邀请有小嘉玲外号的艺人，共款是16岁吴以涵甲金甘蔗雅典做伙当大人。那呢，我嘛拄好是要16岁，今年要16岁，所以拢足有缘的安尼，就是希望台语会当搁较侪人会当去学，搁较侪人来讲。金甘蔗雅典伫2006年成立，是全世界第一个现场摄影、现场制作、现场办展览的特有种雅典。但是因为疫情停办3档，今年特别经台湾的起点台南来复办，搁较转型变作是台语的雅典。希望总有一天台语的电影伫全世界拢看会到。韩国人无讲别项话，伊就是讲因的韩国话。所以韩国片嘛，想要伫咧全世界是介有名，大家拢咧学韩语，所以咱希望讲，咱金甘蔗雅典今年才16岁，咱就像咧囡仔大汉变做一个成熟的美女，嘿。咱来讲，咱的语言就是咱的台语。金甘蔗雅典将要伫8月12至9月17举办台语的雅典，头奖也提悬到1万块美金，而且结合专美戏园甲在地商圈，共同来发展台语的文化经济，邀请全世界来台湾拍电影、熟悉台语，嘛互台南这个台湾的文化首都甲创意城市，会当有更较侪丰富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未了农会有一个专门咧照顾65岁以上社区时代的据点因设计真侪活动，互老大人袂无聊。最近就教因伫过日仔顶头画图，阿公阿嬷是拢真有创意，咱做伙来看卖。一笔一画，用无共色水替家己的过日仔加工画图，这是温林未了农会的通路照顾据点所举办的过日仔彩绘课程，互社区时代学习画图加色彩的运用。老大人对家己的创作真满意。人讲较早人讲学水啦，互咱头壳反应较好啦，个人家想识字就彩啦。未了农会表示，照顾据点专门咧服务65岁以上的社区时代。即摆的过日仔彩绘课程，因是请共款伫照顾据点咧上课的学员来做讲师。第一摆转换身份，教人画图创作的林良锦，伊讲虽然紧张，但是会当帮助大家完成艺术作品，互伊足有成就感。是我第一摆做老师，甲因教讲过日仔安怎画，因拢足有想法。画好了，我再给人加一些点子，互因，因就画足欢喜。
一顶一顶的柜梨啊，互社区阿嬷创意改造，变做彩色工艺品，为增加所在加添艺术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少塑胶对环境的污染一年的巴厘岛环保人士就利用回收的塑胶垃圾起一间环保厝，家具甲装潢拢是回收垃圾做的，咱做伙来了解。这间位伫巴厘岛海边，外表真是惊的厝，无讲你看袂出来，完全是用回收的塑胶垃圾做起的。无到4平的所在内底，面床、灶骹、浴巾这设备拢总有。So this is all made from single-use cups, sitting in rivers. It's fully equipped with some drawers to put utensils like plates, kitchen appliances. 岛上这间海保俱乐部更加把塑胶垃圾回收利用，完全该发挥。对食饭所在到伊到艺廊的装饰品，全部拢是塑胶废弃物所做，互人是大开眼界。We look at the waste that is generated, and then we try to get creative about what we can do with it, using science, design, different elements to say, okay, how do we minimize what goes to landfill? 巴厘岛对观光旅游兴起了后，河川甲海洋的塑胶污染愈来愈严重。为咗民众感觉已经对海洋的生态造成真大威胁，开始减少塑胶来水环保。这间俱乐部直接附设工作室，加塑胶垃圾佮加工。像这真水的盘链就是因的杰作，真受到游客肯定。It's impressive, the initiative that the Barnese people, the hotels, and what most people around here are doing in terms of collecting and recycling waste. 巴厘岛民众希望减少垃圾努力，会使改善环境，更加希望会使互因的观光业永续发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